2000年3月17日，中华职棒头一战正式开始。国内职棒的成立，是我国继美国、墨西哥、日本、南韩之后，成为世界上第5个具有职业棒球的国家。头一场职棒比赛由统一狮对战兄弟象，第一局顶半局统一狮倒一个手得2分，王俊良更加为中华职棒攻出头一记的红不朗全垒打，最后统一狮以4比3打败兄弟象。精彩对战，观众有真深的印象。2006年3月17日，一台为台东驶到高雄的96次的机工号火车，伫屏东败马，造成1死2伤。出轨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在调查。经过调查发现，讲这段铁轨路捌予人做卡手，这是为2004年开始，由李湘全甲李摊联手犯的一系列铁轨路破坏事件其中的最后一件。伫这摆失事中死亡的陈氏洪天和检察官发现案情无单纯，开始调查，就能破这件破坏南回铁轨路的案件。